今集兩隻不知所謂嘅鸚鵡藍妹同青檸，為咗拍 YouTube 短視頻，竟然參加咗一個模擬礦坑求生體驗營。藍妹，佢哋話我哋係金絲雀隊長啊，即係我哋天生就識感應雅思。你係感應啲氣味，我係感應你嘅蠢啊！教官講得好清楚，如果金絲雀有異樣，就要即刻撤退。但問題係，你見過一隻食飽粟米會放屁嘅金絲雀未？青檸喺地底放屁，你估係咪犯法啊？你話我氣場敏感啊嘛，我而家咪用屁嚟感應做測試咯。結果領隊誤以為有甲烷洩漏，全隊撤退，警鐘大響。一隻鸚鵡令到成個礦場出動消防隊，你上硬新聞。如果可以成為雅思英雄，我又唔介意啊。面對領隊質問，青檸試圖解釋，但越講越錯。係啊，我感應到地底嘅氣場波動，同我嘅腸胃頻率好夾啊。你話人哋礦場波動，其實係你肚痛咋？我肚裏邊乾坤大挪移啊！最荒謬係，原來青檸帶咗半袋粟米喺背囊，雅思偵測器對高濃度植物發酵氣體過敏。哇，好熱啊，好熱啊！原來粟米會自己熟噶。救命！你又搞乜嘢啊？為咗要保住鸚鵡界嘅聲譽，要我靜雞雞走入嚟幫你刪除啲你咁蠢嘅行為。唉！最尾兩隻鸚鵡俾人半推半拉送返地面，仲獲頒地底氣味干擾獎。我唔係金絲雀，但係我係炸彈鸚鵡。唔該你飛遠啲先好講呢句。今日教訓：金絲雀識偵測雅思，鸚鵡只會製造雅思。